第7课，新米人通入天國。耶穌真濟代講，人若看果子，就會通知影迄針樹仔是甚物款的。耶穌講，你袂通對刺皮挽着苦刀，只有苦刀樹會結苦刀，對苦刀樹才通挽着苦刀。刺皮發刺，刺皮只有刺若定。耶穌講，好的樹仔才會結好的果子，對果子你通知影樹仔是好的。歹的樹仔簡單會結歹的果子，對歹的果子你會通知影樹仔是歹的。好的樹仔袂結歹的果子，歹的樹仔袂結好的果子，人就要甲伊湊起來。逐丛無結好果子的樹仔，就會互人做掉。人所做掉的樹仔，會通提起香火若定。樹仔若有結好的果子，就袂互人做起來。耶穌講，親像安尼會通對人所結的果子來認捌伊。無結好的果子的人，袂通入天堂。耶穌講，叫我做愛的人，不是逐個攏會入天堂，只有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，才會通入去。第8節，真濟人要講，主啊，阮是佇你的名做善事，佇你的名行真濟好事。迄時，我要甲因講，我毋捌恁，因為恁是行歹的，恁袂通入我的國。恁行歹代志的人，就離開我去。耶穌為什麼無厭阮歹的人入天堂？天堂是真歡喜的所在，好人會通入去若定。上帝愛分別好人對歹人出來，人對看果子會通知影一項代志。若有一粒爛去的果子，甲好的果子下做伙用時，一粒爛去的果子會互攏總的果子爛去。好的甲歹的果子就愛分別。天堂是完全的所在，歹人袂通入去遐害着好人，歹人袂通入去天堂。